真正有够台。大家好，搁来到真正有够台的时间。这月初七是七夕，假使讲你还未找到一个真好的对象，无要紧，今仔日就来教你安怎拍妹啊！来，对我念一摆，拍，有一个片音啊，p 啊拍。拍这个字有两个意思。大家常常讲的拍妹啊，就是这个拍，而这意思是讲结交异性朋友。毋过拍是一种戏谑，想要调戏别人的讲法，翻做华语就叫做泡妞，是较无好听一点啊。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你真对着时代，真流行，真时行，就是时髦的意思。比如讲，哦，你这个乌高兄哦，穿甲遮下拍。是穿甲金光闪闪的下趴，毋是真写的下趴哦。所以赶紧学起来，穿甲下趴来去拍妹哦。